翻了，啊，讲翻了。体育哦，其实有改道无强用的秘师，唯一嘅秘师啦。思念的秘师，本人哦，感觉幸福嘅秘师啦。做咧本人用气啊。做体育哦，迄无可能一步登天啊。体育哦，需要嘅就是，哎呀，你讲罢啦。需要嘅就是时间。错。时间啊，还有时间。错。跳跃，爱有匆匆的心事，强强空地该按公度，想爱跳跳老你讲也早故事。跳跃，爱有发酵的心事，总得打杂一出一落，一早早的按讲，不是按心说。发酵以后就天用，医疗暗讲，天父经变是紧冲，将颜色混水含含，等你是心松爱，老老交交归通旁，等快红跳油啊的米香。匆匆的心事，强强空地该按公度，想爱跳跳老你讲也早故事。就有爱有发酵的心事，总得打仗一出一落，一早早的按讲，不是按心说，一早早的按讲。不是按心说。时年1944年，台湾受到日本统治。太平洋战争爆发过后，顺理成章成立供应日本战争物资的来源。故所有扎实的基础建设，老繁荣的商业发展，太富土的来开的城市，老庄下之间贫富差距。生化。来自偏东的农家子弟，遇到自家心关注的梦想，初上的西浦干线火车，来到主要政治老商业发展的台北市。哎呦！松村さん、返事が来ました。コエンさんから返事が来ました。お、間違いない。彼のだ。よかった。哎，这边，这里啊。啊，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社長。民間，包括呀。啊，白鹅啊。はい。你明仔7點以前到魚田上班。はい。哎，彭总来。这段就上过来了，部长。啊，你看下，有啥物哦爱准备的无？應該是無什麼問題啊。係，上多他是咁樣聊。来，到高官席了，到高官席。来。这个。哦。今晡日跳喺哪個來喲？啊，表奶，表演啊！
天公伊就本人跳枪枪嘞。阿婆，唔免讲我诶，听我比赛开始将阿福办过来啊。啊，我阿福嘅咩爱比赛呢？咁就比乜人爱办啊？我超冇狼山前人，还按眼嘅狼人家切个办过来哦。希望唔过来办啊？唔免啦，哪天我去主持，哪有时间让我办东西咯？你先骗人天数啦。讲乜嘅啊？讲乜嘅？有时候个，你先甲地基放喺放喺上面啊，明仔载再摕来放喺颁奖台顶下就好啊。哎，你等我随去处理。问阿婆，该啊吼，来出去天数人办过来，安尼总做得。做。阿哥，先生，先生啊，请问一下吼，这团。夏哥，这里啊，这是个这里啊，恭喜哦！老孔，那边等我啊！这里啊，老孔，等我呀！你另外无，我这种吼。范生啊，俺们条是娘的哦，也系搞不中的，搞不中。老公，你做什么？你有买吗？有你来嘛？冇啦。耶。あなたいいね。勇ましいね。どうもすみません。老公，你去咩嘛嘅啊？啊，重点嘅本人咩到案呢？破上案才是本人冲动，你到底系咩嘛嘅啊？我含家嘅费事哩。科长，ごめんなさい。哎，歹势歹势。我真正唔是故意啦，我嘛唔知影是安怎安尼，歹势啦，歹势。大丈夫だよ。皆さん大丈夫だよ。でもちゃんと練習してから運転した方がいいよ。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哦，是嘛？啊，我东西办办来。好。あなたは誰？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はじめまして。五章がと申します。今日台北公園さんに会いに来ました。これから梅田所有会社で働き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你拄好，伊就是柯院长。科长，原来伊是你梅田所有新车呀？じゃあ、私のたちの部は新任者へ。お知っていますか？私は公園だけど、私はあなたのことを知らないんだ。何かの間違いじゃない？公園さんとは初対面ですから、私のこと知らないのは当然ですよ。先週宿泊費を送りましたか？受け取りましたか？宿泊費？はい。そんなこと知らないんだけど。私五小家ですよ。你有写配互我，佮甲我讲爱甲钱寄来第一合作社，互这个地址的人啊，这是收据，你看卖。对。これ私の字じゃないんだけど、騙されたんじゃない？集落町3丁目1512-1。啊，这个万记啊。万春饼。
こんなええところに置いてもうたらどうなるか分かってるんやろね。来，呛死茶哦，嘿嘿嘿嘿。拍摄好，拍摄。もしもし。はい。明日ですか？はい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ご心配なく、明日は必ず配送いたします。失礼します。おい。開埋。哎。開埋。係。聽講你早晨加上4件拍面，4件黃條，5件黃條。伊我冇睇場哦，就知道好睇路。10點以前可以送到。下晝2點說阿家去場落台北表演，3點前可以轉來，點啊？哦，阿弟。啊，吳先生，排泄排泄，唔會啦，坐。哦，係東排泄啦。唔會啦，唔會。來。我當蝙蝠條架好，嚯，生意做安泰安好呢。冇啦。你講唔對做生意有興趣哦？錯啊！我一擺來台北咯，你去學做生意，我去。本來我去嘅為了小有介紹，但係亞路。課上做事情哦，唔是少。佢聽說現班準備本年一隻交代。有樣。但係有唔前咁多年，有冇啲係乜嘅班準備偏矮啊？因為嘅實上班嘅就係按呢個人。吳先生，家下真件好地用。唔會啦。好地用天數，希望牙齒就會變做刺人凶數咧。はじめまして、妹の秀子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哎，坐。你唔使客氣啦，幾多時間啦？啲菜影響都捱來，我冇蔬菜後邊，種唔得盤菜，衝到年吧。哪個？很唔得捱有限，正好3年茶，你做乜嘅切下來啊？一下啲嘅啊，好地要吳先生聽書，希望唔係沖死人咯，就係沖死切架，嗰個當鹽倉嘅。多少？我意思老唔講，愛好3年茶，迄唔切架唔超時間講捱嘅。明明迄唔講。我去送貨較好，嫌來唔好個天數算死人咧。你用飛講到親密，迄係唔錯啊！明明就係唔切架。講到哪去嘅？反正哦，唔愛好好詢問吳先生。吳先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两口面子人哦，我聽說會好好報答。來，唱詩這位先輩，我來嘅董老師哦。坐。係，どうぞ。冇試過先輩吼。冇啊，你唔做呀，怪好食咯。牙齒杯嘅先輩，
是迄几条街路清好事的哦。重点是一个先辈用一本真好的跳游去配。跳游哦，跳游还做了很用哦。错啊，不过哦，唔起码嘅跳油拍起来都啱好事，也好事嘅跳油拍起来也赞。来老唔讲，也先白阮嘅跳油，喺那岛上嘅珍宠，有咩大小油哦，唔起码啥都识到嘅。有咩大小油？难怪俺好学生，生意下都伫好歹，真经无强用的。系啊，虽然跳游看起来唔大眼，不过好稳动态，拿来炒，来煨，来煨，咪是都无强用。迄讲哦，跳游唔好，嘅传饭哦，咪唔会好食。错，外卡上面有讲过，开门去见师，炒米油盐，姜吃茶，底尾都有讲到跳油啊，所以我相信哦，跳油唔单止係一種調味料，還係改裝嘅一個生活用品。すみませんな。3連勝やから掛け金は2倍になりますな。よいしょ。慢様、ついてないですね。これは大したお金じゃないさ。大した金やない。米太郎さん。どないしたんや。彼女いいものいっぱい買ったよ。あなたにもらったディベートとよく合うね。でも割引してもらっても高かった。仕方ないわ。ダイヤは安いものじゃないから。月ちゃんが欲しいもん買うてええで。今日はな結構勝たしてもうたんや。だからまあ万さんにおごってもうたもんやな。请坐嘞，请坐嘞。哟，你在哪毕业啊？哎，这个我这里来。就那个咖啡馆啊。喫茶店のボレロだ。コエンさん哦，迄是唔記咧。コエン。あなた、今日こんなに早く終わったの？いや、まだだよ。彼に会いに来たんだ。这样啊，天前啊，要做黑位。阿伯，什么代志啊？你敢用我的名骗人？コエン。あなた、今日こんなに早く終わったの？いや、まだだよ。彼に会いに来たんだ。这样啊，天前啊，要做黑位。阿伯，什么代志啊？你敢用我的名骗人？哦，要擦3钱，庆元公都只有来台北啊，还佫有钱通买火车票，袂歹啊！哈，なんだその態度は！118种唔会响啦，你若唔是贪心哦，那有花骗啊，对吧？你这个根本就是骗子的行为，啊，佫计较甲咱足坚固的，你计去做偌侪歹代志，放空的我替你收尾。你唔知影我见笑，你还佫敢两头青棍，即马佫敢用5m大小鱼的名义来骗人，都说了什么你啦？
なた怒らないでください。ここは喫茶店ですから。我已经叫阿华带去办记，你即马马上甲我转去来处理。啊，亚路忘记种呀。对啊，通讲哦，头摆也比动有名呢，是讲大宋啦。不过安泰的天诶，才封体19年。出门唔做啊，安尼要改木材。唔知呢。听报告，万基的跳油有好什么？唔知诶，冇说过啊。人讲阮准备唔做，你冇晓做啦。阮准备哦。好了，我着要对后面问行哦。我有谁来嘅夫啊？哦，我送来嘅时节，看到黄顺发嘅夫烂10空呢。唔知係唔係家下叫咱摕咧？娘啊，看到唔盼的，想要老几步哦？系啊。那好可爱情书簿哈？当然係拜托山丘妹素清口嘅裁缝家迄个课啊，我哋介します。老人讲过动刀摆咧，我唔係裁缝家，私はファッションデザイナー。好，ファッションデザイナー、お願いします。哎呦，はいどうぞ。最近同皮膚其實唔清爽呢，差一啲走呢。哦，你會有人愛太淡啊？錯啊，我去講佢動腔啊。有幾樣一本菜停下來嘅啊？哦，做咩嚟嘅？哎呦，唔係，佢硬啲啊！一數冇錢，一數有錢哦。安尼哦，1、2、3，噗！噗！好爽！很奇妙哦。哦，你講，你係唔係對佢一見鍾情？哦，乜嘅一見鍾情，冇呀這種事情啦。佢係問我都唔知啊，我老佢已經本年章書師呢。咁你聽講你會中意佢嘛？我又會啲。唔好鬧嘅啦，我等你妹吧哦。好啦。哎，你不要人哦。哦，用药吃款啊？那個都唔撇啦，撇太嘅啦。係。冇啦，也給哦最技術的基礎功夫聽聽啦。唔會啊，但唔該說數，做你表演的。聽報告，你想要做技術師係嘛？技術師哦，冇想過呢，不過啊，好可能少啦。咁咩係啊？看到你笑面啊，我都歡喜。錯啊！福はい。郷さん。はい。この人は満州品です。彼が私の名前を使ってあなたを騙した人です。すいません。このことを私知りませんでした。二人で話よく会ってください。唔觉唔神法，吼，新的下都暗讲，
我跟人生目标嘅抬头离鬼太大嘅，头脑啥小小。唔过听唔喺高雄中学毕业嘅哦，做埋偏爱。你要头脑重视嘿，当然係俾到錢啦。哦，你呢哦，你呢，千万爱。迄人即个老錢基本硬嘅哟，也下死槍槍嘅，我用嘅份啊。死槍槍的，哪有可能哦？按多少錢呢？3斤就係3斤啦，哦，台北馬嘅咪貴啊，那咪下細妹啊，4兩啤酒，2-3年就冇了呀。你什麼還有冇？那都要留用啊。講埋啊，同係看咗埋喏。當然唔係遠航。東點咪算唔到啦，哦，青島黑雜，西主公，你那麼咯，巴啦！阿斌，カバーしなくていい。自覚にしなさい。いい加減しろよ。本当に痛い。你那么咯，巴啦！阿斌，カバーしなくていい。自覚にしなさい。いい加減しろよ。本当に痛い。3斤就係3斤啦，我都搶買8蚊啊！老用欠條馬路嘅事情啦。娘的啊，3斤有娘的啊，冇像伊啊害我啊，佢你想我娘骗你。我問啊，我品牌可愛心的，行家做喺客人上費心。迄人這個老新嘅幾多呀？很下到一衝動強，動有決心嘅樣誒，也當然想看啊，唔有激情啊。岩上同江多啦，唔可能啊！又係乜嘅啊？又係乜嘅啊？假山人太啊，冇可能挖唔出來，千萬啊！有件事情都算呢。講乜嘅笑啊？唔一條錢哦，係學費呢。我建議啦，就準係來台北了啦，沙等轉時啊，萬分公認呢。唔係還有乜嘅？以後研做得透咩？啊，懂好啊？嘿，我每貴氣啊，我有幾千本，加我1年的收費，我去睇啊。阿斌啊，哎呦，凊彩啦。我眼還錢哦，冇可能哦。我睇擺可能按哪人呢？做唔錯事唔費事理，還嚟講棒棒。那麼搞清楚啊？費事理？錯，費事理。唔係將風人假啊，上個男名人。就這個高上去啊！本人莫聽，將人費事理啊！唔就像博你一夢啦，也將證明夢想係疲軟啦。憑乜嘅我人萬錢，我人費事理啊？あなた係兩啥？做得好來好去啊！行咯！好嘞啦，冇大啦！
好的啦。来，表叔啊！我强啊，表好的啦。1、2、3，莫打啦！臭他妈给啊！3斤就会3斤啦！八个！快死啦！快死啊！听不过，应该反应的，全应该唔错，但无应该啊，同家中同属。哎呦，唔会啦，讲真实的哦，这种事情阮总爱不会欠啦。怎会有安尼的人啊？你泄露唔伫穿钱的辛苦，唔看啦，按多的钱一礼拜都4枪枪诶。其实哦，咱长来退兵的时间哦，嘛该做唔伫啊。不过上番准兵跟到公司阿嫂，还唔会笑呢。用的么？快死啦！看起来哦，够严重的。应该同讲哦，根本哦，先斟冷水，听过斟烧水，我累哦。哦。阿错啊，你有说么？有说，无啦。无。我听讲你，硬都错要半个啦。哦，你操肉就低哦。我唔得向总毕业嘅。咩向总啊？咩向总啦？应该拄好有个朋友哦，落卡去做翻译店。哦。我懂奇怪诶，按唔会读书，应该有当到条路啊。唔做乜做嚟台北拍片哦？讲到要给人都骗啦，俺用要伫啊，台北人按了好骗人。啊，唔系啦，哦。你用咩喏？哎呦，总迄哦，拄好拄到较快听听啦。沈发，唔前讲你，我终于做点无？根本唔伫诶。咱准备咧啊，今天无过来吃饭喏。今日迄老家钱本本叫做休上诶啊。哦，手脚哦，几4枪嘞，无钱饭，金无钱饭，就表示金无钱吃饭，跟听说不然呀。好嘞，吃饭啦。好。いただきます。那我看啊，你是甲讲，根本你还没还差一些些嘞，就坏事了呀。好啦，就拨你一个过一过痴情的机会。那，迄讲哦，天公人马拉松，你做得只有天1秒钟来啊，卡上就冇人你给搞。天1秒，咁简单啊。好，安尼好。天1秒，哪个长西手只有天1秒诶？一条地方嘅西来哦，无人做嘅样机，唔通要显记只有天1秒哦？只有天1吼，要做得啦。做唔得啦，你听错的只有天1秒啦。老友部啊，你知无啊？只有天1秒嘅奖品，系去全家福相片呢。你是甲讲，你屋卡有几久冇去相片了啊？你可以记只有天1秒，就会谈个有美达小友1年份，错吗？系啊，1年份嘅有咩大小友哦，几得钱呐？做地切假式，行咗佢攞來做年情，當然係天1秒嘅獎品哦。跳油啊，屋卡就有嘞啦。就算讲哦，冇去翕全家福相片，你做得翕几种诶较正嘅沙龙呢？冇翕几种诶较正嘅相片，你个太妹，我娘会带出去啊？不用爽吼，我翕那钱你就美啊？你做咩？你唔係凊彩就凊袂到哦。你一條地方嘅人都啲哦，腦殼比西來會強。我已經只有天意哦，
快看啦！就算讲哦，脑壳真经比谁来强，要去介意害啊！西妹人哦，本来就会挑事，要留一些些面子，不谁来的啊？俺做得讲法嘛，多少？俺知道你用傻潮的事情都很奇怪，像俺夫卡嘅 tell you， 就做的是几年，想我去传家父，含量不够就有的啊。真经有价值嘅奖品，应该是过咸水来台湾，有钱还无兴趣买得到嘅。就像是第三名嘅奖品，第三名奖品，第三名嘅奖品係乜嘅啊？俺知道你用傻潮的事情都很奇怪，真经有价值的奖品，应该是过咸水来台湾，有钱还无兴趣买得到嘅。就像是第三名嘅奖品，第三名奖品，第三名嘅奖品係乜嘅啊？第三名嘅奖品就是 Vogue， 你都把张公是清醒一起嘅呢。你来讲，你就强强松松，只有第三名转来。喂，冇嘅冇，好时髦。多上唔係啦，係 Vogue。很不马哦，就是寄种子的天天啊，还做在做嘛呢？家上，佢唔係寄種子天天呢，佢一本小嘅青史行嘅衫褲，老大班嘅插詞，係當多人一生人嘅夢想老心血。行較重要嘅係，夜期嘅封面係露露秋內露，佢就係我嘅目標。哦 ，Miss Boy， 呢條歌聽說會變做青香嘅裁縫師傅，係fashion design啊！好啊，唔關什麼人啦，你上都被做第三名，叫做Vogue哦，係兩個咧。中的，做唔得，其實係看上我嘅夢想係，唔係啦，西妹兒做洋裁當然好啊，不過呢條測試上嘅衫褲根本冇辦法做出去咩？加上嘅時行販賣，大家都讓你做。販賣嘅事情販賣專講啦，西妹係個想法，係喺保守條會較好。我看哦，還係翕全家福相片哦，較實在啦。外公食材哦，當然喺研究當啲思路都嘅挑有真食材。唔對，我哋腦殼只會嘅老公，唔當投資捱做 design 啊，較實在。冇啦，我只有第一名。冇第一名，當然係第三名。第一名嘅獎品好啊，嗱，我試太上做嘛啦？挑有做嘅。這個太上嘅啦，20塊嘛。加上冇嘅係捱。我挑有。好啦，迄唔養草哦，唔做搶時候看下水啊。聽講呢度，咱們來調價，就會加阿婆啦。咱們看哦，幾好用買個前後半寸啦。好啊。天空人，天空用嘅喏。天空人來這樣馬拉松比賽啦。不過，唔看下腳。然後答應阿婆，我養1年份嘅跳有本錢啊！養到生了啦！按冇答啊！會喊阿母開永生，那個都唔驚，連通知都唔驚。啊！不得。
要讲嘛，真的。干嘛的？老婆，干嘛的？干嘛的？裴总理，好。看给什么？用来喏。给什么哦？就今日走顺哦，看到国民的什么啦？あなたがマンさんに騙されて台北に来たいと？はい。何が？美人を見たことがないの？失礼だ。本当ですか？真是的啊，黑都隔壁啦，换做K月之上。K月之上。看起来，真件迄个改奖嘅什么？走走走，这是中奖呢。爱情暗球，原来掉底啊哦！哎，我老唔讲哦，我阿父嘅哦，当然都走体。唔可以错爽，听到无？唔可以错爽，哈，就爱拖佢拿到体，对冇？わかりました。頑張ります。頑張ります。よし。皆さん、平常会小六町3丁目5丁目商店街林のマラソン大会はまもなく始まります。まず日本商業林法会理事長に三田来さんの一言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本日はマラソン大会へのご参加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毎年この時期になるとみんな奮い立ちます。この時期は皆さんにとって商店街の人たちが一番団結する時でもあります。国の戦争はまだ終わってません。天皇の子である私たちは絶対に力を抜いてはありません。嫌唔爱迄种日本兵，还变爱爱国日本香。到底日本香有几奇怪无？迄个田路街换做田中，迄河马顺街换做河合，还看台东街早嘅祖先哦，迄片数都叫出来嘅。古数记章换做艺术社。奇妙哦，安尼，应该换多感染上吧。我个人切下个，我唔想按做冇必混，冇必混，唔按做摆脚火卡冲嘛。国の蘇生祈祷なら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続きまして梅田醤油営業部長伊藤園さんより一言お願いします。其实讲伊是他来送的某，听讲伊是高雄来的真卡爽，真个足高尚，真正是后来的。就是安尼，不离就是迄种包饲的，哦，等下迄个咪他来送的某来，我只看伊迄个面咯，要夹一顿，伊才变正式。说你嘅死家很做到案呢，唔敢本人讲法哦。あれは去年のカバンだ。僕デブ都有啊。한장의 가방, 뭐 장장의 삼라이까, 용조대. 唐好，好讲冇要紧啊，冇去做人嘅死家。我爱嘅事情，唔对嘅挺好嘛。我算落来做第几名啊？第3名。第2名。第3名啦，你讲。你讲。大兵来了。どうもありがとう。小部長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れでは各選手はスタートラインについてください。3周走ります。一生ごとに表示板で
示されます。皆さん、準備はできましたか？よし、よい、ドン。今年のマラソン大会の参加者は去年より多いです。合格なおめかしより1年分を持ち帰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は誰でしょうか。さあ、最初に走り終えた選手は全球队第一名。優勝した直子さんは他の選手たちを大幅に屁呀！我見到超級球員，你有攝踢，佢哋個，你竟然咁帥，唔知有幾萬條哦，你睇冇，有冇講到行卡太上哦？直子さん、你要对哪一毛？哦。直子さんのどうしようか。2人の距離の差は一歩を超えない。直子さんが転んだ。台北に行くことを決めたのか。お母さんには言ってあるのか。冇可能答應，在台北好久冇見你啦。母さん、我想要知影，日本人做的燒油，どうして味がこんなにうまい、こんなに素晴らしい？我向老板去買的。你什么公司啊？我向你开呀。下礼拜先来梅田燒油做實習手。違うろ。こんな数字出るわけがない。なんかそう唔錯嘅你話。